房協推出嘅自願樓宇評審計劃，向管理良好嘅樓宇頒發證書，俾佢哋可以豁免政府嘅強制驗樓。計劃成效點樣呢？舊樓業主要點樣做好維修管理先符合資格？歡迎收睇時事多面睇。強制驗樓計劃喺2012年全面實施，樓齡30年或以上嘅樓宇有機會被屋宇署要求強制驗樓。房屋協會喺同年推出自願樓宇評審計劃，業主如果主動做好維修保養以及樓宇管理之後，可以獲得認證，10年內可以豁免強制驗樓。不過有業主參與計劃嘅時候遇上困難，到底點解呢？青衣宏福花園落成大約30年，根據政府嘅強制驗樓計劃，將有機會被屋宇署要求強制驗樓。法團要處理呢啲問題嗰陣時咧，都係要非常小心嘅。業主立案法團認為大廈已經出現一啲問題，需要維修，於是計劃透過市區重建局嘅招標妥服務，聘請顧問公司進行勘測。簡單啲講咧，其實最主要都係集中喺滲漏水啦，即係樓上樓下外牆啊嗰啲滲漏水啊，仲有一個咧就係爆喉啦，即係嗰啲食水喉啊、鹹水喉啊、啲喉管啊，因為你成30年樓咧。啲喉管始終會老化，亦都會生鏽。咁好多時，我哋而家面對咧，基本上最大部分咧都係爆喉同埋滲漏水嘅問題。呢樣係最滋擾嘅咯。房協喺2012年開始推出自願樓宇評審計劃，向管理良好嘅樓宇頒發證書。獲認證嘅樓宇10年內可以豁免強制驗樓。黃先生亦都喺法團會議上面指出，做完維修之後可以免卻強制驗樓令。遊說業主進行維修。咁當然係啦。如果你話最理想啊，如果理想計咧，咁你真係要做嘅話，梗係希望能夠一次過做咗，亦都省卻咗10年嗰個強制驗樓啦。咁但係實質上，我哋想唔代表真係會能夠做得成功噶嘛。咁亦都要聽大家嘅業戶嘅決定噶嘛。自願樓宇評審分為2部分，第一部分涉及樓宇安全，除咗檢驗住宅安全之外，亦都包括橋梁等屋苑範圍內嘅構築物。第二部分就包括樓宇管理嘅元素。不過喺法團嘅會議之後，化名陳生嘅佢就話，有部分業主質疑法團嘅講法。呢個因為我哋攞咗專業意見，就話第一，我哋睇過佢嘅勘察嗰個招標書，發覺佢嘅勘察咧只係我哋屋苑嘅4座。嘅四棟樓就唔包屋苑4棟樓以外嘅公眾地方，咁而屋宇署嘅強檢令咧係要求埋公眾地方嘅，所以咧如果係個勘察同埋之後佢哋做維修係唔包括個公眾地方咧，我哋覺得係完全唔符合屋宇署嘅要求嘅。佢留意到有部分住戶亦都因應法團嘅講法而支持維修。喺個諮詢大會有晒記錄就講話。如果呢個做完啲維修可以豁免10年嗰樣嘢，因為我哋覺得係佢哋冇唔知個理據喺邊度，咁所以令到啲誤導咗啲業戶咧係以為早啲做大維修啦，橫掂都係做啦，咁樣做完咧就可以豁免10年，延遲10年先再要夾錢啊咁樣，我哋覺得係可能係會誤導咗業戶。屋苑而家已經揀選咗顧問公司，如果完成勘察，再經過業主同意，就可以進行4棟樓嘅維修。市建局估計維修費大約係7900萬。如果以屋苑1000幾伙住戶計算，每戶可能要夾超過7萬蚊。而我哋覺得，如果做完呢個大維修，仍然係阻止唔到個強檢令發出嘅話咧，我點解要做啫？我哋屋苑應該好多因為接近30年啦，可能有啲老人家或者退休人士咁樣。咁如果對佢嚟講，我哋有啲業戶都講過話，對財政上邊係有壓力嘅。不過業主立案法團就強調，佢哋只係提出一啲可行做法，最終決定權交俾業主。咁如果大家考慮到自己個人因素嘅時候，如果佢哋唔想做咁多，例如5個工程入邊，佢哋大家通過投票之後，只係贊成，喂，我做住1個先啦，因為大家都即係唔夠啦，咁樣我哋就唔做咯。甚至乎，如果成個工程大家話取消唔做，因為我哋而家冇錢，或者我哋唔想呢個時間俾錢，
咁成個項目都唔會通過啊！涉及8棟住宅嘅沙田好運中心喺10年前就曾經嘗試過申請計劃，協助嗰棟屋苑負責工程嘅工程師倪學仁就指出，喺做足大部分工程之後，就因為有少量位於強制檢驗範圍內嘅私人晾衫架同埋渠道違規，令佢哋無法取得認證。公家渠就全部執晒，咁有啲就因為可能啲業主即係加建改建啊，或者做裝修嗰時駁過啊咁樣，有幾伙就駁錯，有幾伙就流污水，即係法團亦都逼唔到佢哋去做啊。咁但係法團亦都冇可能即係自己銀荷包去幫個私人去處理咗佢自己嗰啲嘅違規啊，或者係有甩漏嘅地方啦咁樣。法團最後放棄申請房協嘅認證。倪學仁話：佢哋同房協同埋屋宇署討論之後，法團決定向屋宇署申請提早強制驗樓。由於屋宇署了解佢哋嘅情況，因此無需佢哋重新再做檢驗。最拉尾呢個法團呢，就係只能夠將所有嘅報告又好乜都好咧，就送去俾屋宇署，由屋宇署去跟進剩低落嚟嘅情況啦。咁就屋宇署咧就要求法團就俾咗個 list 佢，邊啲晾衫架有問題嘅，邊啲渠務有問題嘅，將個 list 俾咗屋宇署咧，屋宇署咧就按照呢一個嘅名單咧，就出一啲嘅命令俾呢啲個別嘅小業主咯，咁然後先至解決到嘅事情。房協回覆話，評審計劃入面樓宇安全範疇嘅評審，同屋宇署強制驗樓計劃同埋強制驗窗計劃完全一致，即係透過檢驗同埋修葺，確保樓宇嘅公用設施、公用部分同埋外牆等嘅安全。倪學仁提醒有興趣參加計劃嘅法團需要注意各項細節。個強制驗樓令呢，就唔係淨係局限，即係你一個地段入邊佢嗰個嘅住宅部分，而係佢亦都需要咧。包括埋咧，佢下邊有啲商業嘅部分，咁同埋有一啲同佢相連嘅發展，譬如話有啲天橋啊，喺個住宅部分咧，如果喺個強制驗樓令之下咧，其實咧亦都係會有兩部分。第一部分咧就係你公家嘅部分，就即係法團你負責去維修保養嘅部分啦。咁第二部分咧就係私人嘅部分，因為有部分係屬於外牆嘅結構物。譬如話你露台。房協由2012年開始推出自願樓宇評審計劃，不過多年嚟只有大約55個項目順利取得認證。本身係呢個計劃評審嘅測量師李德康認為，如果法團可以集合到大多數業主嘅共識，參加計劃有助提早改善舊樓維修問題。第一個情況就係未收到嗰個強制驗樓令啦，咁你行咧，其實咧就有好多空間同埋時間咧，可以俾你咧去做一個所謂叫做大家嘅 review， 可以令到咧啲小業主咧知道究竟重樓個狀況啊，層樓究竟有啲咩修葺啊，因為未收到強制驗樓令，其實咧你睇完之後，大家都仲可以有時間去商量究竟點樣去做呢個樓宇檢測。房協指出，大廈嘅法團或者管理人喺參與評審計劃之前，可以瀏覽評審計劃網站，了解詳情。香港房屋協會同埋市建局咧，其實有好多平台同網站，甚至咧我所知咧，佢哋咧經常出訪咧好多唔同屋苑咧，去做一啲所謂叫做推廣同埋講座嘅。咁咧再加埋咧喺房屋協會咧，佢哋有一個網站同埋有一個所謂叫做超連結啦，可以咧俾到人咧一個諮詢係專人負責接聽嘅。咁大家如果對呢樣嘢係唔係太清楚咧，可以嘗試下去做呢一件做呢一個聯絡啦。本港有唔少舊樓都面對老化同埋日久失修等嘅問題。李德康建議房協等嘅相關機構可以揾更多人手支援有意參加計劃嘅法團同埋小業主。其實咧可以再行多一兩步咧，就係咧要教育下啲小業主嘅。啲小業主咧有時咧佢哋咧就好多時因為建築工程咧就相對複雜啦，由設計、維修、保養去到完工，其實咧好多項目喺裏邊嘅。咁我哋係咪要每一個項目都係需要有一個好清晰同埋好合規格嘅要求，先至可以做到一個好完美嘅
工程。所以咧，我哋要教啲小業主咧，我哋落標嘅時候咧，我哋要睇翻啲標書裏邊係咪一個合理嘅價錢，就唔係話平嗰個就俾佢做咯。時事多面睇，今集時間夠啦，再見。